表列大湖的这个草鱼呢是真有名，即马拄好是采收期。不过表列大湖草鱼最近受到这病菌的危害，产量减少3成。表列农改场就先针对乌点的炭疽病病症，开发着食物病害快筛行动箱，或者有病菌的草莓知影呢，也被发病进前就通好筛出来减少农民的损失。 最近苗栗大湖的草鱼传出讲受到甲斑病、甲尾条病等等的危害，大湖农会指出今年的产量尚无减少3成，尤其即马已经是采收期，农民讲今年的损失真重。什么好菌都跑了，也没什么挡不住。那你种植面积多少？多少面积有种？5分地。那结果呢4/5了吧。 苗栗农改场指出，草鱼在种植的过程，同一张面顶可能会带无同款的病菌，尤其炭疽病、尾条病等等，拢是这几年造成草鱼产量减少的病害。为着要对源头控制病害，农改场和工研院共同开发食物病害快筛行动箱，目前先针对检测炭疽病来开发，伫咧还未发病之前，就通验出草鱼的知影敢有带病菌，只要2点钟就通知影结果，互农民会当量早预防病害。 即届阮发表的这个技术哈，是针对草莓炭疽病。啊，这个技术伊个是像咱 COVID-19 共款，伊需要以专一性的目标的因子对哈，未来要检验别项的病害的时阵，咱会使做内底调整。 苗栗大湖农会指出，今年草鱼主要是受到尾条病的危害，毋那草鱼本身的烧化，连土肉嘛带菌。但是目前的快筛是针对炭疽病，希望农改场会当赶紧针对尾条病来开发。 就是有去快筛过，然后检查的话，当然会比较好，会改善啊，植株啊。我们希望是它有一些好的资讯、好的方法，能更透明化一点点，能让更多农民来知道啊。 苗栗农改场表示，尾条病目前也无真好的药物会当处理，所以下来会针对尾条病继续开发快筛，互带病的知影会当伫咧也未大涨的时，就先检出来减少农民的损失。今年卖含农试所、药毒所等单位合作，针对病害较严重的产区去辅导改善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